交通部宣布新的措施，为着要鼓励70岁以上较侪会驾驶甲驾照交回去，政府会提供 T-Pass 补助。另外，1月30开始，考奥多拜驾照笔试、试飞题全部改做选择题，增加情境甲影片，互考生掌握车路实际状况。因过考奥多拜驾照的笔试、试飞题较简单，只有选择对也是毋对。毋过对1月底开始，就无遐尔啊简单。考奥多拜驾照笔试全部改做选择题，考50题。交通部强调，改变做法是为着要降低交通违规含事故，民众也真支持。因为伫路下接看到交通违规，拢会怀疑有人的驾照敢是用鸡腿换的。不打方向灯，然后违停，有时候违停就是挡到出路，就是蛮麻烦。以后就不会有是非题，全部为这个选择题。好，那这里面这个情境题跟危险感知，就要看影片的部分。那本来是这个10题，那也会提高到这个15题。交通部另外一项新的措施，对元旦开始，鼓励70岁以上的老大人将驾照交回去，互政府改坐车，阁有补助通好领。针对这个政策，民众也真支持。违规回转跟鬼切吧，对长辈的确是比较多会出现这种状况啦。对啊，这个想法蛮不错的。很好啊，老人不用开车了，危险了，反应太慢了，容易出车祸。交通部表示，奥多拜笔试的新制题库总共有1050题，有要准备考试的民众，会当伫公路局监理服务网站先了解题目做练习。若主动将驾照交回来的老大人，会当有2年的交通补助，每个月上济补助1500块。大家共同来建立安全用路环境。记者陈心东、王志光台北报道。